你知唔知道好多香港人都忽略咗耳健康嘅重要性？近1/5嘅香港人喺一生人入面都會經歷耳鳴㗎，而且65歲後每10個人入面就會有一個係患上耳鳴添啊！耳鳴係指一邊或兩邊耳仔發出汪汪聲或者雜音，有啲人會形容啲聲好似火車聲、金屬摩擦聲、嗡嗡咁嘅蜜蜂拍翼聲，又或者係心跳聲咁。每個人嘅耳鳴表現都可能有所不同，但並唔係特定嘅聲音種類先叫做耳鳴。但凡唔係由外來聲音引致，只有患者自己先聽到就可以叫做耳鳴㗎啦。耳鳴聲音可以係間斷性或者持續性。間歇性耳鳴一般只會喺安靜房間內先聽到，而聽到嘅聲響會隨住時間而過去。另一方面，持續性耳鳴患者情況會越嚟越嚴重，仲更加難以集中精神同入睡。常見出現耳鳴嘅症狀，主要原因有3個。第一係自律神經失調，當神經調控出現問題嘅時候，就有可能導致耳鳴症狀。第二係鼻部問題，假如有過敏性鼻炎、鼻竇炎之類嘅症狀，都可能會導致鼻部發炎，繼而引起耳鳴症狀。第三係睡眠障礙，大部分嘅耳鳴患者會伴隨住睡眠障礙問題，尤其係中年男性，更有可能患上呼吸中止症候群。而女性方面就容易喺更年期嘅時候產生症狀而影響睡眠，尤其係30至60歲人士，若果有耳鳴情況就唔可以輕視啦，因為耳鳴好可能係鼻咽癌先兆嚟嘅。臨床經驗顯示，大約5個鼻咽癌患者之中就有1個係有耳鳴症狀啦。而喺中醫嘅角度，耳鳴係代表腎功能有問題，腎開竅於耳，腎氣虛弱令營養唔能夠上行至頭部同耳仔，耳仔唔健康就有機會引致耳鳴之類嘅症狀。人體嘅氣血同營養可唔可以依經絡到達耳部，係基於腎臟嘅強弱。只要腎氣不足，就會出現耳鳴、暈眩同嘔吐嘅感覺，嚴重嘅甚至會令聽力有所下降嘅。要有效改善同調理體質，可以使用中藥材固本培元，令身體嘅腎氣得以補足，以滋陰補腎嚟補腎助耳，從根本改善情況。而當中3大滋陰補腎中藥，靈芝可以直接補腎，人參有效補益元氣，能夠增強腎氣、滋陰補腎，幫助細胞氣血運行同促進血液循環。鹿茸藥味甘，鹹，藥性溫，歸於腎肝經，有助行血補腎陽。得到足夠嘅腎氣，就可以令營養依經絡運送到頭部同耳仔，從根本改善暈眩同保持耳健康。